藝術呢會令到人與人之間個關係呢會拉近咗嘅。咁其實呢樣嘢唔單止普通人啦，就算我哋啲殘疾嘅朋友呢，都其實好需要嘅。今日企喺一個舞台上邊呢，其實唔容易㗎。咁多隻眼睛望住你嗰陣時候呢，其實你係好需要好大嘅勇氣嘅。咁今日呢，佢哋可以借用呢個舞台呢，可以發光發亮啦。咁呢個都係我哋鄰舍輔導會一向嘅宗旨，享受呢個舞台，亦都係咧繼續將呢一個咁成功嘅表演經驗咧，係帶去俾我哋嘅社區。唔單止喺我哋九龍城樂富區，亦都係可能係走出我哋九龍，去到新界，去到香港，令到全港嘅市民都睇得到我哋鄰舍輔導會嘅學員佢哋一啲嘅精彩嘅表演，同埋佢哋嘅潛質實力。今次我哋演出咧，其實佢哋總共用咗1年半時間去練習。去學習，咁要多謝我哋演出嘅咁多位演員之外，記得仲有佢屋企人、佢照顧者，每次佢都陪伴佢出嚟，其實都唔簡單。好多謝大家，希望大家享受。咁喺過去2年呢，我哋透過環保舞樂共融計劃，聘請專業嘅導師，根據參加者嘅能力咧，去設計課程，並進行匯演，等佢哋咧可以展現獨特嘅藝術能力。香城舞樂獅子山，我哋今日正式開始。只有燦爛的軀殼，如是光輝歲月，風雨中抱緊自由。一生呢個彷徨的掙扎，自信可改變未來，問誰又能做到？頑強面對這世界，熱情就不忘，只需要一路怕對。當天開眼光吹，願望會散開給我淚。你總給我照料陪伴與忍耐，但這後台為了什麼習慣等待？是什麼？風雨不改。天有我的愛人，有他不再覺得生命無奈。隨着節奏盡情去吹，無限祝福溫暖，歌聲中播送。當我哋一齊唱歌嘅時候，就讓每一個音符都成為我哋嘅力量，抵抗一切嘅黑暗。讓我哋用心去理解彼此，創造一個不再有傷害嘅空間。zam去鮮花，然後種出大廈，就像點的進化，可以到時大放煙花。即使要夢想。